来看台北、新北、基隆甲桃园，今仔日是毋是要停班停课？本地是昨暝8点要同时来宣布，结果基隆市长谢国良煞抢一步，先来公布停班停课。但是北基桃今仔日并无列入到警戒区，议员批评是因为罢免的政治压力，基隆才会抢先来公布。台北市长周满安讲，这是4个管区的共识。我们基隆是明天是这个停班停课的。昨昏暗时大约8点，基隆市长谢国良大声宣布停班停课，互周边的县市赶紧刷卡。昨暗8点11分，台北市府抛出10月初2放假的图，不过规个过程媒体群组内底8点04分，北市府的幕僚讲会较晚宣布8点05分，搁再强调国力甲其他的县市协调。不过这个时阵，谢国良已经宣布放假。4分钟了后，市府的发言人因为赶紧回应台北放3个字，敢讲这是为着基隆赶出来所做的决定。基隆在宣布的时候，大家有比较提早知道了一下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大家都在灾害应变中心。不过我们没有提早宣布的问题，大家都是共同电话好。不过，若是敢有逃走，互人质疑到底敢着爱放假嘛，引发着讨论。因为到今仔日中昼12点，北台湾拢无列做警戒范围。根据中央气象署预估，昨暗时8点的风雨到今仔日暗时8点，湘北、基隆、桃园的平地雨水量累积80到105毫米，若山区是80到109。除了新北、伫北里淡水等等的所在，下晡的时间预估风力有达到停班课的标准，其他的地区拢无。就互人质疑讲，敢讲放假是因为基隆的政治压力。北桃为了基隆抢先放台风假，所以北桃的这些地方首长也不得不一起跟进，恐怕就是为了要挽救谢国良的政治判断吧。大家共商的平台会采取大家一致性的一个判断，都是依照相关的机制以及基北桃4县市两共同讨论、纵审评估之后，原则都是在晚间8点来宣布。丰台政治学县市长的两人嘛考验着应对的能力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